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名路学院。我是今晡日嘅主持人嘉文。今晡日嘅主題課程係客家話學習嘅管道。看市面上嘅意思就知，今晡日我哋就係愛帶大家來到學客家話嘅世界了。我哋呢節課程會分做兩大段，第一段係愛來認識台灣嘅客家話。其中分三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係台灣客家話強調韓國地區嘅設計，第二個部分係客家話按樣嘅寫韓國拼音嘅設計，第三個部分係愛幫大家來認識客家話基本嘅聲母、韻母韓國聲調嘅簡單設計。第二段係客家學習嘅工具。韓國做啲長乜嘅地方去學習到客家話，同樣咪係分做四個段落。第一個段落係愛來紹介各式各樣嘅名稱字眼，第二個段落係愛來紹介當到無同樣嘅線上詞典，做對本大家平常愛去查客家詩按樣版寫，客家詩按樣版發音嘛，韓國一隻詩一句話，呢條非常實用嘅工具。接定我哋咪會老大家講，呢下清時行嘅動語言原實力，靠一種行業嘅證照，本地工作韓國交朋友嘅時節，多一種語言做得發揮。再過來，最後咪會老大家分享親神奇嘅客家媒體資源，包括咧客家電視台、客傳會各式各樣非常精彩嘅內容。愛本大家啲學習客家話嘅路向，做得閒啊神奇，閒啊好搞，唔會學到上去動墨水。講完咁多，接下來我哋就向下帶大家來到台灣客家話嘅世界了。